藝人魏浚笙 Jeffrey 高大有型，又練到渾身肌肉，早就已經係大家心目中嘅男神啦。早前佢拍戲發生嚴重意外，下巴同頸部受傷，留低長又深嘅血痕。不過佢仍然非常鎮定，從容不迫咁接受治療。不過男神原來都有死穴㗎。日前 Jeffrey 喺屋企度開直播，中途佢突然嚇到面都青嗌停。個感覺，哇咩嚟㗎 ？Oh my god！我好似見到個曱甴，打等。喂 ，sorry， 大家等，啱啱真係有隻曱甴啊 ！Oh my god， 好驚，打等。搞掂啦！好驚啊！好彩俾我見到咋，嚇親我啊！原來 Jeffrey 最驚嘅就係曱甴，佢離開鏡頭期間，仲聽到佢同經理人女友大聲喊：哇，有曱甴啊！佢再現鏡頭之後，仍然一面驚慌，仲連講咗7次，好驚。網民仲笑啊 Jeffrey 嘅驚恐樣好好笑，大讚佢嘅表情包好可愛啊！不過 Jeffrey 驚還驚，佢仍然迎難而上，親自處理咗隻小強，總算係有擔當，做足好男友嘅本分，真係抵讚啊！